为宣传台南西港生化安定等乌麻产地所出产的美味，会当看出已经不只是传统的清油制品，多样化加工美食甲伴手礼，更是送礼自用真好的选择。其中委托甲一些民代贵宾伫会中嘛动手用麻糬皮来加入乌麻鸭，做成金元宝形状的点心，共同来推广台南在地乌麻的好滋味。包括近年来，我们推动很多胡麻的加工制品，包括胡麻花生酥啦，或者胡麻凤梨酥啦，或者胡麻跟柿子加在一起的冰淇淋这些就从过去的胡麻油一直到胡麻清油，一直到胡麻面、芝麻面这些的，就一直在翻新，一直在升级，为的是让更多国人认识到台南是全台湾最大的芝麻产地，那占全国的产量70%以上，这可以说是最厉害的，而且是最营养的，而且是最美味可口的。记者会中用酒气加入乌麻冰淇淋的点心，大受欢迎，免费提供试食，大家拢食甲津津有味。路桥表示，11月16第一场将伫嘉里公园甲生化农会同步登场，11月23则伫安定公所西边广场，最后一场11月23、24会伫西港农会甲后营仓库，欢迎大家好康到小报。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